喺呢個城市從來唔睇天氣預報，每日開車超過200公里，跌親嘅時候先顧住㗎，係人哋嘅晚餐，顧住人哋晚餐嘅手，但係握唔住自己嘅未來。銀行卡入面嘅數字，永遠追唔上醫院嘅帳單。ChatGPT 用37秒通過註冊會計師考試，波士頓動力機械人完成倉庫巡查只需要人類1/5時間。當 AI 學識寫小說、設計芯片，甚至撰寫裁員方案，我哋曾經引以為傲嘅努力，正喺變成呢個時代最廉價嘅消耗品。我哋將自己拆解成996零件，喺 KPI 流水線上日夜磨損，用青春換嚟嘅薪金條，交完租只係剩翻個小數點。細路認唔出手機裏面嘅爸爸，我哋都被困喺系統裏面，都變成咗冇存檔嘅 NPC。時間係每個人與生俱來嘅財富，喺接不接時間交易平台，每個人對情緒價值嘅想法都會被釋放，能夠充分發揮所有無限想像同創意。喺 AI 橫行嘅時代，我哋執返被遺忘嘅時間，透過時間交易平台實現變現。只要努力奮鬥，每個人都將會獲得更多更合理嘅回報。我哋唔再做時代嘅犧牲品，我哋要做自己人生嘅架構師。